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但愿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少爷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这孩子，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哎呀！老夫人，怎么样？少爷电话关机了。关机了。那今天的婚礼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适吧？等一下！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话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嗯，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，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响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，今天到场的客人我都逐一打过招呼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爷说今天新婚要跟朋友们庆祝庆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Oh no， 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空无一人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。哎，哥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奶奶，我现在完成任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撒开了玩，不醉不归。等桂生回来敲门的话，我就告诉他我睡着了，听不见。
如果他敢来硬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对啊，我现在是贺锦熙啊，那顾西城是贺锦熙的老公，我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破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？还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见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当初怎么没想到过这些事儿？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没回来。啊，是。孩子，昨天让你受委屈了。等西城回来呀，我让他跟你认错。没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没关系。少爷回来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司徒有个聚会，喝的有点晚了。聚会？奶奶，我一晚上没睡，我先上去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起来再说。你回来！谢谢啊。谢什么谢？又不是给你的，给我奶奶敬茶。老夫人，请喝茶。嗯。哎，好了，奶奶，您的孙媳妇儿也给您敬茶了，这事儿我也办成了。我真的很困，得好好睡一觉。哎，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你流氓啊！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结婚之后，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
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辉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奶奶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呢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操你！喂，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？陆安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的人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4个4，4个5，4个5，开，开！可以呀！哎，我说西城啊，你这结没结婚没啥脸样嘛？啊，老子不管你吗？他怎么能管得住我啊？该怎么玩怎么玩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气概，洗脑。再来一把。嫂。娜娜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啊？嗨。那咱们就去喝酒。来，喝酒，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。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。西城每天晚上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？1束给安娜，1束给米歇尔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啊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
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不许跟他上床。像顾西城这样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当个宝。喂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预约时间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还得等几天。还要等？能不能尽快？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喂，怎么着？女孩们都到了，太棒了！让他们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来个饕餮盛宴啊！大嫂，大嫂请坐。大嫂，来人，上场！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一点儿都不客气。这好像就是你自己家啊。对不起，大桑。那个看样子你好像经常来家里玩吧？那你跟西城应该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。见过大嫂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既然你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能不能偷偷的问你点事儿？是关于他的。对。大嫂尽管问，我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货。太好了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西城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西城就喜欢泡女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嘛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走，拿信用担保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夜。完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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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每天只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。然后我，大嫂，我毕竟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有点太腼腆了？你不要再替他打掩护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他做梦，说梦话我全都听到了。他梦里一直在说什么硕什么什么硕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硕的？硕呀，硕，让我想想，硕哪个硕？
你叫什么呀？说。他在叫谁？啊，等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，走走走，快点起来，走了。干嘛呢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啊，这位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硕了，是吧？走，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近了？咱们从小到大都走这么近。跟我斗。和你做兄弟这么久，我似乎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任何一个女人上过床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这男女之间啊，一切没有感情的性爱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再说了，跟那些女孩子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觉得跟兄弟在一块儿才是最开心的。是吗？来，喝一个。喝一个。喝一个嘛。姐，我有点上头。让我先去吐一会儿。哇，没喝就上头。顾西城啊，顾西城，等到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弯的，看你还怎么出去玩？跟我斗！哎呀，说，晚上怎么安排啊？今天本大爷有事儿。行，你忙。猛力，晚上出来陪哥喝酒啊？哥，晚上不行啊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晚上我那个亲戚要来我家呀。好，行，你们都忙。他们人呢？我特地让他们晚点来。难道顾少是想单独跟我待一会儿？有这么点意思。要不这样，老跟他们玩有什么意思呀？不如今天晚上我们换个别的地方，相互的了解一下，好吗？安娜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顾大少爷，我认识你的时间可不短了吧？这要是换做别的男人，孩子我都有。哎呀，安娜，别着急嘛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啊，还不够了解。不够了解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那今天晚上就行意思吧？不行。不行？不行。顾西城，司徒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不是男人，就是个 gay。你以后啊，别想再约我。哎，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司徒这个混蛋！我去，好安静的包厢啊！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干嘛去了？
这么怠慢我们的顾少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们呐，怎么着，让我们独守空房啊？啊！哎！顾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自家兄弟也不放过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是 gay 呀？从你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欢女人。”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婆说的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贺锦熙啊？耶！他还说你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上我的名字。贺锦熙，你干嘛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啊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局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再碰我就喊人了。你是我老婆，喊破天都没人管你。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已经满了。你不是说你要找真爱吗？我不管了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男人。你要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再碰我了，我也不想跟坏人在一起。司徒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女的随便说几句你就相信了？关键是我们几个从小到大确实没有见过你跟某一个女性乱搞过呀，所以那个女的那么一说，我，你懂的啊。当然，我不应该轻信她的谣言。Sorry, I'm so sorry， 兄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千万别像我这么早结婚。这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。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算我们几个不把你当弯了看，可那些妞都当真了。我们几个嘛，好说，自家兄弟，不会把你当姐们看。对，在我们的心中你是纯爷们儿，可是，在女孩们的心中，你呀就是弯的。你才弯的。我弯吗？你哪只眼看着我弯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的雄性荷尔蒙迸发的，看我这胡子多性感。可是关键哥们认为我也是弯的，这是拜你所赐呀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赶紧帮我想想办法。办法有，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。说呀。找个女孩啊。西城。啊。
安娜，对不起。顾西城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以后你别想约我。开房了，哥们儿。安娜呀，身材非常的火爆啊，都把你扑倒了，你竟然把人家给推开了呀，哥们儿，你还说你不是同性恋呢？你才同性恋！是啊，我承认安娜是个大美女，但是我一想到她有可能跟别人上过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告诉你，你心里不是滋味不是问题，现在所有喜欢过你的姑娘心里才不是滋味呢。Everybody 都认为你就是个弯的。Who care？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 happy 喽，叫上蒙丽和商震喽，走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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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安娜，那天的事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然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有意的。顾大少，你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你直接告诉我呀，咱们当不成情人，还可以当姐妹呢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那么对我，那不是玩我呢吗？安娜，你误会了，我真不是 gay。我喜欢女人。你喜欢男人，喜欢女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以后啊，你别再找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贺琴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他和妈妈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治好？妈妈，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，都快点回来吧。好想你啊！他们都落实了吗？啊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可能还要3、5。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，方叔，回来啦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去吧。哎，老夫人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少爷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以前他玩惯了，突然改变了生活作息，他肯定是不适应的。不过没事儿，过一段时间啊，他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劝少爷的啊。看来呀，这个孙媳妇儿娶的还是有作用的。西城也不怎么出去了，小两口呢可以在家里多待待，让他们俩呀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。我呢，也可以早日啊抱上曾孙子了。喂 ，Mr. Shaw， 来吃饭呢，好多美女啊！算了，最近我闭关修炼，你们玩吧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进来。怎么了？顾总，关于陈楠那块地，我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的操作事宜。常副总，
公司请你来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才给你这样的职位。如果连这样的小事你都不能自己决定，还要来问我，那么我要考虑考虑，给你的这份酬劳值不值得了。我主要想问一下顾总的意见，毕竟李老他们都觉得这块地没什么发展。李老他们的意见不用管，城南这块地我很了解，是很有发展前景的，去搞定它。以后没什么事不要上来。西城虽说这些天不出去了，但是他现在天天在楼下打游戏，没日没夜的。再这么下去啊，他的身体就要垮了。你身为他的妻子，你得管他呀。可是老夫人，他不听我的呀。你不要找理由，那都是借口。你身为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你就得要时刻关注着他的身体，他的健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负责恢复他正常的作息。可是老夫人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老夫人慢走。什么都让我管，什么都让我管。可是顾西城已经这么大的人了，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？有事儿啊？你奶奶刚才找我谈话了，说你这么没日没夜的玩游戏对身体不好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要不是你诬陷我，我能老待在家里吗？可是我已经道歉了呀。再说了，就算你不出去玩，你也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可以做，比如休息休息啊，比如睡个觉啊，再有陪陪奶奶也挺好的呀。行了，你别烦了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的事儿你别管，你的事儿我也不管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？这是你奶奶的意思。哎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烦啊？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顾西城，你滚！都是你，扫把星！你捣什么乱？贺锦熙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滚！这事儿还没完呢，顾西城，敢说我是更年期？我来帮你。谢谢少夫人。不客气，你去忙别的吧。老夫人好。老夫人好。奶奶早。哟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挺早啊。表现的不错嘛，啊？今天早上约了人。
西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奶奶，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讨厌，只要我一玩游戏，她就捣乱。玩游戏？你多大了？玩起来就没完。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怎么还跟孩子似的你？奶奶，我玩个游戏怎么了？奶奶的意思呢，你玩游戏可以，但是不能每天都玩，而且不能玩得那么晚，熬夜对身体特别的不好。闭嘴！有你什么事儿？怎么说话呢你？是我让锦溪管你的。西城啊，你已经结婚了，该懂点事儿了。你不能怪锦溪啊！你要是再这么不注意身体，我还得让他这么管你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吃完饭呢，你还有事儿呢。你过来一下。医生，我的脸到底怎么样了？你的脸因为注射了药物引起了过敏反应，已经使得你的骨骼产生了变化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脸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？以我们现在医院的技术来讲，只要帮你整形，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完美。我不需要比以前更加完美，我要变回我以前的样子。贺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你现在不做手术的话，你的面部情况会更加恶化，恐怕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继续手术，会比以前更加完美？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完美。所以你自己决定是否手术。做。行，那我尽快帮你安排。就这几天吧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好。哥，你看我这姿势行不行？哥，成哥，哥什么哥呀？啊，你撅了个屁股跟唐老鸭似的，能别叫唤行吗？没看人烦着呢吗？成哥还能有烦的事儿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有个烦的事儿啊？哎，你到底烦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，让哥几个也高兴高兴啊！别提了，我家里这个女人太可恶了，处处碍手碍脚，长这么大还没人敢对我这样的。不是，你家里还有能管着你的人？哎，你说这女人也太阴险了，我只要一玩游戏，她不是拔插头就是拉电闸。哟呵，说法挺专业呀。西城啊西城，原来也有女人是你搞不定的啊！问题是，就这个女人我不怕，可是我奶奶还站在她这边，我只要对她怎么着，我奶奶就生气。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我真想把她给扔出去。哟，这么说起来，她还真是有点可怜。感觉你个鬼可怜。你们快给我想想招吧。老夫人，您找我呀？啊，坐坐坐，坐呀。锦溪啊，自从你嫁进我们顾家，我就一直在观察着你。这段时间你做得很不错，西城也很少出去混了，在家里待的时间也多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得好，你能这么说呀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老夫人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的。行了，就别再叫我老夫人了，以后就叫我奶奶吧。奶奶，好孩子。西城这孩子啊，从小父母去世的早，我们顾家以前就我们一老一小2个人，现在你既然已经嫁到了我们的顾家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心愿了，就想着能早日看到你们的孩子，那样呢，我也能安心的闭眼了。奶奶您别这么说呀，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要多和西城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
哎，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她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她一旦有了孩子，对不对？全身心的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还对你妹！你们俩能不能想想别的招啊？这招怎么了？她是你的合法妻子，你们俩搞出一个孩子很合法呀，还能上户口。你又不是跟别人搞出一个孩子来，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就是吧，自己老婆怕什么？睡他1个月。怎么办呢？这个贺锦熙发信息不回，打电话不接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到头啊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贺锦熙，妈妈最近怎么样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苏远琪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妈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们会尽快回去的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你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贺锦熙，我手术开始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多和西城培养感情，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子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西城，你奶奶不是想抱曾孙子吗？跟她一块儿搞出个孩子出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女人只要有了孩子，啥都管不上你了。哎，吃饭呢？愣着干什么呢？啊？奶奶，我不想吃，我去上班了。锦溪啊，你们俩是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贺小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伤口有点痒，医生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？你的脸部多处地方已经动了刀子，现在看起来外面情况还不错，但是必须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具体情况。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很难修补了，所以请你耐心一点。好了好了，好好休息，走。咱们顾总好帅呀，又年轻，还有这么大个神农集团。我倒是觉得他就是金玉其外。要我选吧，我倒觉得咱们副总还不错，就是家境差了点儿，但是人年轻有为的，长得又帅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有什么用？再有能力，不还是给人家打工的吗？要我说呀，人再有本事都不如命好。你看咱们顾总，那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里啊，就什么都不用想了，光花钱就行了。我还是觉得吧，个人能力最重要。常副总也就是差在了出身上。常副总，
来找顾总啊？啊，是啊，顾总他还忙着呢。忙着呢，忙着玩游戏。唉，你说如果他不是顾家继承人的话，以他现在的工作态度，恐怕早就走人了。别乱说话，当心让他听见。常副总，你说如果坐在那个屋子里的人是你，该多好。你看，哎，顾总，你别说话。这是谁做的？公司下属部门送过来的设计方案。他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？马上把所有部门主管召集起来开会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。就是那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琉璃，是我呀。先走，走。那行，辛苦了啊。琉璃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刚下班。咱们好久没见了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你呢？哦，我也挺好的。那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琉璃，咱们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吧？王经理，你是集团珠宝部的负责人，你看看你们送上来的设计图，这样的设计能出去卖吗？你们大家都看一下，怪不得上个季度业绩下滑了20%，这是哪家设计公司做的？不行的话换一家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服装部，你们的设计图我看了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挺洋气的。你们可以再加大一下宣传力度，但是模特要注意。那天看到了，这是上一季度的模特。这样的人能当模特吗？让人怎么有购买的欲望？颜值很重要，知道吗？顾总，我已经准备于近期召开一场有关珠宝和服饰的发布会，到时候会请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名模过来展示我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网红，甚至可以搞一些选秀啊、直播。不行，我可以来当评委嘛。那个顾总，这样的话人手是肯定不够了。不够可以招啊，你们人事部就是干这个活的呀。招人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能力，还要考虑到颜值，因为代表了集团的形象。好，总的来说，这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如果下个季度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各位的能力了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分开，还能在一起？维亚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就算我们再复合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顾西城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配不上你的真心。别这么说，是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知道。琉璃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跟我分开好吗？琉璃，别拒绝我好吗？少夫人，请慢用。喂，
小薇啊，吴妍希，你终于打电话给我了你啊！其实小薇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见个面呢？好吧。好的，老地方见啊。林小薇啊，林小薇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对这本杂志也能犯花痴，对不对？你还说我呢，死丫头！打电话约你，你又不过来，怎么？今天有空了？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，我刚刚快换了一份新工作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。真的？那工资待遇高不高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比之前的都高。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你气色都好多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，好压抑。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啊？既能赚钱又轻松，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掉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？可是我梦寐以求许久。我真的。哎，死了！都怪你啊！怪我，怪我！蒙丽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等着上夜班呢。走吧，跟哥吃饭去。不行啊，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。工时费我出，上车吧。行。哎，龙飞，跟老板请个假啊！好嘞。这眼睛，哎，哎哥，你小心点，小心！哥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敢惹你？你告诉我，我干他去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别没事就打来打去的，有些事情啊，不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。那我管不着，你是我哥，谁要敢惹你啊？那我就一个字，干！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。其实吧，我也不是说没有烦心事儿，只不过有些事儿啊，你越想越烦，倒不如不去想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烦，我是觉得这生活太没意思了。现在我所做的事儿，都不是我想要做的。不是吧，哥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？啊，又有事业，老婆又漂亮，这要换我啊，早乐都乐死了。你不懂，这事业呢，是我爷爷那时候创下的，奶奶又很厉害，所以集团的元老们对我奶奶都很忠心，用不着我操心。至于老婆嘛，也是我为我奶奶娶的。在结婚之前，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，更别说什么感情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个还是正常的。感情嘛，慢慢相处就有了嘛。我爸我妈还不是，结婚之前谁认识谁呀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好着呢，老两口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哈，老婆呢，只要人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个有句成语4个字的，怎么说来着？就时间长了，就感情就好了。那个日久生情。哎，对对对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。想不到你小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啊！走，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这家餐厅啊，排队都排不上。真的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都真的饿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有一家新开的烤肉店，特别好吃，一起去吃吧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走吧。哎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我来请客，请你给小鱼一个机会，表达一下这几天对你的思念。我说我怎么就那么爱你呢？走吧。服务员买单。
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我就说嘛，这家店那么好，等到现在还没排到我们俩呢，什么时候了？我快饿死了。顾总，里面请。哎呀，好像是顾先生，真的吗？快去看看顾先生，快去！顾先生呢？行，好好坐着排队吃饭呢。顾先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啊，顾西城可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国内排行第1的钻石王老五。不过他这人很有个性，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，我都没见过他本人长啥样呢。哎，据说他结婚了，可能这次老婆也来，你让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薇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呢？不是我八卦，这位少爷一结婚，得有多少女人为他心碎呀？我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别换，都快到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！不行，都快到我们了，别走啊！我回来了。摔得太早了。哎呦，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顾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呀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着吗？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你真可怜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一无所有，每天只能和一群狐朋狗友出去花天酒地。那你呢？你嫁到我们家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别在我面前装清纯，绿茶婊。顾医生，你说什么？绿茶婊？你混蛋！你才绿茶婊呢！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绿茶婊，你才绿茶婊！你就是绿茶婊！顾西城，这个其实是那个，不是我。假的？我说的都是假的吧？你看假的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，除了头发，还有什么是假的？顾西城，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顾西城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给你解释，顾西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顾西城，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！你放开我，求你了，放开我！别跟我装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哪儿是假的！放开我，顾西城，我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求求你了！我就不放！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！我没有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
老夫人好。哎，小姐，他们小两口呢？少夫人说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会儿。老夫人，听下人说啊，昨晚上少爷和少夫人吵架了。吵架了？啊，是，少爷睡在了其他房间。胡闹！小两口有什么好吵的？嗨，小两口嘛，年轻难免意气用事，等他们消了气儿，您再劝劝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奶奶早。哎，少爷早。早。来，奶奶。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嗯？没吵架呀。没吵架。年轻人过日子，拌嘴那总是难免的。你是男人，多让着他点儿。女人呐是需要哄的，明白吗？哎，奶奶，我们俩挺好的，没吵架，放心吧。没事。老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。你不管怎么着，你也不应该昨天跑到别的房间去睡去。奶奶，我们俩之间的事你不知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听我的，景熙那儿啊，我去跟他说，你该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你还得回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知道了。来，吃早饭。嗯。贺锦熙毕竟是他的妻子，他想那么做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跟他发生关系，怎么办呢？重做。5点之前给我一个满意的方案。常副总，他又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你看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是不是为了做报告，昨天晚上熬夜了呀？顾总也是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否了呢？谁让他是总裁呢？我看呀，公司里谁当总裁都比他强。喝茶，奶奶。哎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好。锦溪啊，你是不是跟西城吵架了？没有啊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西城怎么会搬到别的房间去睡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，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闹矛盾，只要双方都各让一步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不是吗？奶奶您放心吧，我会和西城解释清楚的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会把问题呀解决好的。奶奶我呀还盼望着早点抱上我的曾孙子呢。
我来拿点东西。顾西城，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。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给我点时间？你搬回来住吧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，我顾西城不喜欢强迫任何一个人。短头发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干嘛非要做一个不真实的自己？神龙集团。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八宝粥，还有小笼包，来，快吃。怎么了？刘丽，你要换工作了。我要去神龙集团工作，我们俩算了吧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换工作吗？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这样啊，你先吃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傅博雅，你再也别来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你们得抓紧点时间啊，一会儿老夫人就得起来了。你们去把那个粥。少夫人，你的头发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是不是在准备做早餐了？是啊。今天我想来做早餐，你能不能帮我啊？这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走，告诉我原材料都在哪儿，快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不好？你哪儿都好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离开我？琉璃，我有哪儿做的不对了，我可以去改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能给，我能给，我会努力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我会努力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儿？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放下就能放得下吗？你就这么想嫁给有钱人？对，我就是想嫁给有钱人，我就是这么现实，这么势利，这么贪慕虚荣的女人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每天小笼包绿豆粥，我想住大房子，我想开豪车。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女人。刘丽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再给我点时间，他有的我都会给你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差那么一点儿，我就成功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得到了顾西城，凭我的智慧，一定会得到神龙集团。到时候，你也不会再被别人打压。只要我拉你一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傅博雅不会靠女人，我不会靠女人得到成功，那样我不如去死。刘丽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放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要！
我已经不能放手了。我已经付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这个，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他已经3个月了，却被我打掉了。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却输给一条狗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你们2个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们俩本来就没什么。还没什么。奶奶看到你们俩呀，能这么和睦相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锦溪呢，是我从全国院校的高材生里面选出来的。她的家境虽说不如咱们家，可那也是书香门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里啊，永远是个孩子。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、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骚柿糯米粥，您呀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啊，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，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什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事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1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一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一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一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
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，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就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。啊，我的天！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他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